想象一下，你係古代將軍，面前係一座城牆又高又厚嘅大城耶利哥。城入面有訓練有素嘅軍隊，城牆闊到可以喺上面跑馬車。但係神俾約書亞嘅戰術好奇怪，唔好攻打，唔好叫陣，只係靜靜地繞住城行一個圈，連續做6日，第7日先繞7圈。從人嘅眼光睇，呢個方法簡直係荒謬。但係以色列人選擇咗單純咁信服。約書亞記6章20節記住話，百姓便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城牆就塌陷，唔係靠人嘅力量，係靠神嘅大能，將最不可能嘅事變成事實。親愛嘅朋友，今日你嘅生命入面，係咪都有一座好似耶利哥咁難攻破嘅城？可能係一段壞嘅關係，一個惡習，一個放唔低嘅憂慮。神溫柔咁邀請你，唔好再用自己嘅方法去衝撞，學識單純咁信服神嘅帶領。當你願意聽佢，神會用最不可能嘅方式為你成就大事，俾你親眼見證他嘅榮耀。